讲师好。坐下。副前任，还有各位典藏师、各位领任、各位前贤，大家早安。讲师早安。铁汉应该讲台语吼。对啦，这当转换自如的吼，讲起台语拢会讲。那么今仔铁汉非常的欢喜，当来到咱这爱想佛堂，然后来教大家结缘，然后来就是完成这个功课，铁汉刚刚非常这个欢喜，因为铁汉是上一次来到爱想佛堂已经几啦当啊，迄个呢伫4楼在学习，今仔是来到咱2楼，看到咱这个挑高，就有够大间，有一点仔紧张觉得这个佛堂很大，一来听着大家在听的歌，就觉得这整个氛围非常的轻松，非常的活泼，交后学要有就是不太一样，我就觉得这个气氛真的是非常好。今仔呢，铁汉当然嘛是有准备一个讲题来交大家做伙来共同来参考，甲学习。那么首先呢，先感谢上天慈悲做出的奉赐，咱师尊师母的两个来带阮大家，搁咱何劳真意，员工来提升，搁咱的前任、副前任，典传师、领任，栽培，搁互提的这个遮好这个机会来了解来学习，提个感觉非常的感恩那么今仔日它的这个题目呢，就是人间就是一场修行。其实呢，咱人生会当讲就是一段的这个旅途然后咱一生当中我们会遇到什么人，什么代志，什么因缘，什么款的这个大细细的这个逆境还是顺境。每一个人拢无共款，每一个人在面对代志的时阵，这个反应，佮生出来的这个智慧，安怎去应对，安怎去吸收，安怎去反应，大家人拢无共款。造成了有的人一生呢过了足欢喜，有的人呢一生呢就是烦恼非常的这个多，过了非常的这个无欢喜，甚至非常这个忧郁。逐工呢拢是拖着一个非常疲惫的身体。去面对讲我为什么叫歹命？那么为人呢，伊就逐工笑嗨嗨，感觉人生充满希望。为什么会差了这么大这个落差呢？为什么呢？人生呢嘛是足侪这个课题，足侪难题，足侪这个障碍。为什么他可以一一来去突破，甚至用一个正面的这个心态来去面对呢？这就是看咱这个心境。搁看咱这个花搁看什么伫咱的这个心中，是真理伫咱的心中呢，还是遐负面的这个物件呢？咱去看待往后中国这个人事物，就会差天跟地的这个差别。所以呢，为什么这个佛也让这样清净自在？咱的众生，咱大家就是足侪这种问题，足侪乌烟瘴气。足侪这个烦恼爱去面对，所以呢，有阵时铁汉要去上班的这个途中铁汉差不多爱骑5公里的这个路途，然后呢，大家就会看到足侪嘛是要去上班的人不过呢，大家人的这个眼神呢，看起来大部分呢拢是非常的这个呆滞的，然后非常的这个无奈，就是搁要去做一件足讨厌这个代志，所以呢，有阵时咱就。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做侪会打，我们要去跳起来，爱去面对。即马就是爱看讲，既然这就是咱的人生，咱就是摕着这副的这个牌，咱要安怎去面对，要安怎去突破，甚至讲要安怎去用无共款的这个眼光来去看待咱无介意这个代志，这就是一种的超越嘛。所以呢，就是这么这个因缘，每一个因缘拢是一个修行的这个路程
前言呢，其实呢，叶汉呢，准备这个讲题就是在今年年初，当然在迄个时阵，咱即马其实呢，这个新冠肺炎一直延续到现在，咱即马已经9月13了嘛，这是连年初时就发生的这个代志。为这个新冠肺炎，咱的为了这个生活，为了咱的生活的步调产生一个很大的改变所以这给他带来一些的感想，还有一些的这个省思迄阵呢，给他在准备的时阵，确诊的人数是1700万，1700的这个人口得到这个新冠肺炎，到今这个星期一给他一查，总共爱更新者嘛，已经变2000几万人确诊，死亡的这个人数已经是91万人所以呢，咱会当看卖，这个造成了这个地球这么大这个转变，会当讲是一个重新的整顿，伊的源头是啥？由一个小小的这个脉动而产生那么大的一个震撼的地方。所以呢，其他刚刚讲咱嘛是当去由这个代志咱来反思，我是为什么这么细这个脉动造成了咱袂当有的人袂当上班然后搁爱隔离搁有史以来咱安尼听班，大家人拢爱戴起口罩其他是不是可能爱戴上应该有点社交距离还好所以呢，会当来去反思，有当时啊其他想看咱因为这个代志。咱会去抱怨，咱会感觉足惊吓，有的人因此丧失了家己这个生命，大家人拢看着听着这个名词，感觉非常的可恶。为什么有你这个病毒来产生我这么侪麻烦，搁痛苦，甚至是死亡的？不过呢，咱为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大自然因为安尼无观光客去甲安尼行大无。人类去破坏那个环境，咱都有听过意大利有一个威尼斯这个所在，有其他呢，以前呢有去过一届，这个威尼斯就是一个水都嘛，因比如讲，要去厝面头尾去开讲还是去买物件的时阵，毋是徛倒摆嘛，毋是开车，因就是爱坐船，因为遐就是拢是河道嘛。因为安尼款的原因，拢无观光客会当去的来，人拢袂当出国大家人拢惊叫感染起来，所以从人边非常的少，拢无观光客。结果伊的河道遐的水呢，竟然从边非常的清气，非常的清气，甚至内底有鱼仔呢。所以当地人讲，我毋知已经有偌久无看到我遮的这个水内底有鱼仔啦，即摆水边遮尔清所以呢，是不是对这大自然来讲呢？这对来讲是好的呢？我终于会当好来去轻松的松一口气，好好的休息了不用再让那么多的人类一直践踏我这个破坏我的这个环境。所以有这个观光地方，水是清的，天空也是蓝色的，在空气边非常这个好所以呢，是不是这嘛是一种让大家全世界因为安尼去受到这么大的一个冲击，这嘛是一种这个重要所以会当去反思讲，是不是咱人因为家己这个利益所以呢，破坏这个大自然，破坏的太严重、太过头了所以这是一种大自然的这个反扑因为这做生意的人。伊的心中是啥？利益赚钱带来人潮，带来钱潮所以咱们破坏大自然即摆大自然有咱一个反扑，这嘛是咱全世界其中的这个重要所以呢，免注伊就甲咱讲过一句话，伊讲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所以有当时呢，咱拄着一寡人生的这个考验，人生的这个不如意，人生呢在突如其来的改变的时阵，咱感觉非常的生气，咱感觉非常的惊吓，咱感觉非常的这个无力感。人
人生没有任何的希望的时阵呢，咱是要怨天尤人，还是要自甘堕落，还是要自我放弃？哦，有当时呢，咱经由着这个圣人师傅甲咱讲的话的时阵呢，咱会当放下一切，咱会当好好来去面对，甚至咱会当自我反省啊。伊甲咱讲灾祸还是幸福呢？每一项咱接收到的东西，都是自己求来的。咱会想讲，我靠，可能去求一个无好的代志。我靠，可能去求一个迄种做不幸的这个代志来到我的自身嘞。又不是笨蛋，真的是咱过去世，唔知已经做下了偌济这个罪过错。安尼伊来酝酿，到时机成熟的时候呢，它就会展现出来这个因缘，让我们去接收到。那有这个肉眼去看即嘛，我明明我这世我做人我拢对人做好啊，我拢做善良啊，我拢无甲人害嘛，无甲人害。为什么我会去遭受到这个不幸？我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不是别人？这拢是过去世，咱看袂到这个因缘，这个因果，头前这个经济，唔知是定是去调动。经过了这个时间，这个因缘，这个酝酿，这个天时地利人和具足的时候呢，咱就去拄到这个福相。所以民主伊较讲祸福无自己求之者，这拢是由咱的这个心念，个收者收尾收换来的一个结果。所以呢，咱若知影讲这个前因后果，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简单讲，人有谈下来讲一句话是自作自受。所以呢，不是家己去做检查了这个经济的话，为什么这件代志无爱互迄个拄着，无爱互迄个拄着，就是互咱来拄着呢？这个跟自己脱离不了关系嘛。所以咱若知影这个理论的话，咱就会当知影讲，安尼这就是咱家己的因缘，怪不了谁。就是家己换来的。所以呢，这是一种，咱若了解咱就真知影就会真惊，若唔知影就唔惊。就是想要做啥就做啥，非常这个轻松。所以圣人为因，凡人为果，就是安尼。因为伊知影我即马做这件代志，就会导致后面的一个什么结果。所以为什么咱来修德？为什么咱人生是一场修行？遇到所有大大小小起起伏伏的时候，拢是一个修行的这个体会。所以无疫情的这个时阵啊，咱的生活是啥物？真济人，就是生活就是忙。所以有一家着呢，伫公司的时阵呢，交着同事咧聊天啊，然后伊就讲，着就问讲，你拢差不多几点困呢？伊就讲，我拢差不多12点外。就就讲，那遮尔晚？伊就讲，我转去当然是饭较紧用，较紧甲囡仔饲的，然后较紧赶伊去困，然后了呢，我就是开始玩手机。伊就讲，我上班已经遮尔艰苦，我转来好好来玩手机，然后来追剧，安尼我才会当平衡。所以呢，咱若讲咱生活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重心，一个很正面的这个目标的话，咱的生活就是流于柴米油盐酱醋茶。差不多这样物件。上班下班假日呢，就较紧来找一种看要去倒佚佗。然后2天呢，甲充分利用。所以其他上班的时候嘛是拢会看到，其他这同事。用迄种获得感，咧排伊的行程就对啦。可能拜三的时阵开始伫遐思考讲，我这个拜六礼拜我要去倒耍，心思就是放伫遐。所以呢，生活就差不多拢是遐个代志。虽然做无用，毋过呢，迄是一种瞎忙。做这个活动，做这种旅游，占满了咱的这个生活。看起来好像是非常的忙碌，毋过呢，你
有一个什么目标嘛？嘛无。哦，所以呢，有谈时啊呢，伊就是过了忙，做无用，可是是去盲目的追求现在的流行，盲目追求现在的兴趣，哦，到了呢，他的人生是茫然的，我咧无用啥。哦，所以有谈时呢，伊就他伊早，有谈时无用，做先一个陀螺的时阵，哦，做少会静下心来，好好来去思考，我人生重点在哪里，重心在哪里？无用到了，会感觉讲我到底咧无用啥物？有当时就到吼一天眼睛张开，然后一直忙到要睡觉，非常这个无用啊。所以呢，咱人生爱甲这个修行放伫咱的心中，上重要迄个位吼。啊无呢，咱有可能就是吼，遐个物件，遐五光十色，哦，遐个即马 FB 一拍开，对啊好耍，对啊好食，大概就趋之若鹜吼。哦，咱平常得来看一下迄种影片吼。没有声音哦，浅浅。小英有一点怪怪的，哦，伊这就是咧讲吼，咱最近拢袂当出国，啊，所以呢，真侪人拢感觉非常的很足艰苦，啊，所以呢，伊伫厝呢，就用这个被单，啊，摕出伊的这个物件，加做起来滑雪安尼吼。啊，其实伊是伫伊的迄种涂骹咧做影片的对啦。这嘛是哦，这做像咧坐飞机啊，啊其实这是因兜的洗衫机啊，交电脑放伫咧内底。要体验迄种做像咧坐飞行机的迄种感觉。哦，啊，这就是咱咧迄个伫机场的时阵，哦，拢会行这个通道自动的安尼。哦，啊，因为太想要出国啊，啊，所以就用这种迄个滑步机、跑步机。哦，啊，这嘛是伫厝，然后甲涂骹咧粗粗的，甲迄种冲浪板揢出来。所以呢，咱若讲无一个中心思想的话呢，其实咱的生活当中，常常定定互遮物件安尼，哦去追求遐物件，啊，就一天过一天。咱讲咱的心境要提升嘛，哦，真正会当有讲非常的困难。伫个玩乐当中会当开启咱的地位吗？会当为咱的地位吗？哦，无可能啊。啊，所以呢，没有疫情当中，咱的生活哦，真侪人。我在主管的生活充斥的就是这些东西。那么疫情中我们的生活怎样？咱的焦点特别多。咱刚可以想讲，即摆对呀，咧当好食，哦，对呀，有啥物帮助？无啦，迄阵足严重的时阵，逐个人咧一块地拢会问讲，对呀，会当买个口罩啦。哦，是不是口罩上重要？哦，在迄个时阵，咱刚哥甲去朋友人厝里。人嘛毋敢互人去呢，哦，啊，人若要来咱兜，咱嘛想讲，哎哟，啊，你敢有你敢有病毒，你敢有感冒，哦，所以在迄个时阵呢，若讲拍一个骹手，哦，人就用异样的眼光，哦，啊，去交你保持距离的对啊。啊，所以在迄个时阵呢，焦点是啥？是安全，哦，啥物代志拢先放到一边，就是要安全，要隔离，哦，所以也有一个朋友伫美国。
到这个时阵呢，拢搁袂去上班呢，囡仔呢嘛拢搁用迄种电脑荧幕咧上课，拢袂当去遐，所以呢，伊就是依然咧隔离。所以呢，就刚刚讲，在这个疫情然后咱的这个生活当中受到这个影响，有的人因此呢，回到家中，然后伊会感觉讲，原来我的生活这尔简单就这样过啊！我之前到底是咧无用啥？然后我逐工咧去遮济这个活动，然后心呢，安尼一直安尼黑白拍，对有啥物一个好耍的，咱就去。对有啥物一个好食，就是拢是咧讲遐的物件。所以呢，就他刚讲，借由着这个语言，从繁到简，从外向内，要从外面的这个花花世界走入我们的这个内心。伫隔离的时阵，有真济人，伊会当好好沉淀下来，交家己来对话。因为咱逐工拢非常这个无闲，咱讲咱总了解家己嘛，其实无一定呢，因为咱无闲甲。没有时间，也没有去想到好好的去对待我们的内心的。所以呢，有的人伫咧隔离的时阵，两个翁仔某都袂当去公司上班然后两个人拢爱伫厝上班。平时呢，拢是会安尼相处3-4点钟尔呢。在这个时阵，雄爱规工做伙，所有的人安尼离婚呢，伊想讲，原来你是遮讨厌。我真正挡袂牢平时可能3-4点钟安尼，一个隔工大人拢搁去上班，过即摆爱规工拢关做伙，安尼一发不可收拾的对啦。无法度相处遮尔久。当然呢，因为安尼感情是愈好的。有的人因为安尼呢，袂当出去餐厅食，家己安尼煮饭，厨艺边非常这个好。所以呢，其他讲讲，有款的这个代志。咱会当用无好的这个角度去想，嘛会当用一个，我会当好好来面对自己的内心，好好沉淀自己的内心，好好想说，其实我需要什么，或者是我根本就不需要什么，来做一个断舍离。就是像咱咧种大扫除的摒扫共款，无需要就去当好干。所以呢，咱为1月到这个7月，咱7月。咱中心发报告讲，咱开始来听新专班、体会班嘛。伫咧1月到6月这个前半年的时阵，啥物班都无去参与的时阵，咱的反应是啥物？一开始想有够严重竟然拢袂当去入班迄个大班，咱这个新春月，咱迄阵拢无习惯，就是过年了，就是在新春爱去入，竟然全拢袂当去。平常感觉讲真正都严重，计到2月、3月的时阵呢，全讲6日拢无代志嘛，全迄个心呢，慢慢去全较安逸，比较懒散。过呢嘛是共款爱准备资料呢，所以呢，咱分段到精进，爱开足侪这个时间，去督促家己。过呢，咱若为精进，要到散漫，要到分段，要到懒散。一个瞬间就够了，所以当田行呢要开始来准备的时阵，感觉非常的艰苦。这个心要甲掠下来的时阵呢，真正非常的这个无简单所以呢，咱就知影咱这个心呢，心猿意马，千变万化。所以呢，会当从繁到简，心中去想做者杂思，到去除掉那些杂思妄想。从外走向我们的内心，其他讲这就是一种这个修炼，这就是一个功夫，这就是咱袂当发的一个代志所以呢，咱定定就是颠倒了我们人的这个重心，所以呢，咱才会生出这么侪这个烦恼所以这个心太难以捉摸了，所以。这种的这个无常，这种的变动，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一面。咱哪当好好来利用，来聆听我们内心的这个声音呢？咱好好来去沉淀，这是一种的整顿，也是一种向上提升的因缘。所以咱非常这个体会，咱伫面对人生的这个交叉
面对拄侪大大细细的代志的时阵呢，咱会当用情理，咱会当用智慧，咱有做个真天下来甲咱帮助，去面对，甚至来去克服灾祸，啊个幸福，让咱用一个平常心来去面对。那么咱来看讲，为什么人生是一场这个修行？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这句话咱拢已经非常这个熟悉。敢有啥物讲？我人生有想真顺，我讲我有够好命，我啥物代志拢无拄过，我啥物代志拢一帆风顺，做几乎无这种人。所以人间是一个苦海，是一个沙漠的世界，嘛是讨债、还债、经济的这个所在啊，报恩了伊的这个环境啊，所以呢，这个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是不是？咱定定有当下，咱来为我们的人生做一个规划。毋过呢，真正会教咱讲，我20岁要创啥，30岁要创啥，几岁要结婚，几岁要生囝，要生几个囝，我要一男一女要安怎，拢教咱希望来行，无可能啊！所以呢，咱拢定定会当拄着突如其来的无常、意外、意想不到的事情。所以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举个非常非常小的例子，有一届叶海妈妈，伊就接叶海要去爬山，因为以早叶海爸爸就是说甲伊爬山，伊咱逐工拢去这个湖头边后山去爬山。所以呢，我嘛是拢就是被他训练。了过2、3号拢无去爬，有一天叶海妈妈忽然想讲，咱做久无去爬，咱来去爬山。叶海就讲好啊。然后呢，前几天呢，叶海就特别呢，甲叶海有一箱专门咧爬山，做专业迄种鞋啊，甲摕出来就对啊。我想讲，安尼礼拜叫妈妈去爬山时，我一定要穿这双鞋啊，来好好来去爬一下然后来运动一下，一定会做好行。结果呢，迄天到了呢，我就穿了迄双专业的迄种爬山的鞋啊，去爬的时阵呢，结果呢，差不多行10分钟还是15分了呢，感觉奇怪，那下底安尼怪怪的，然后有凉凉安尼啊，竟然我迄个鞋垫下骹迄块，怎去开去，迄个胶已经打去，因为伤久无穿怎打去啊？结果呢，想讲袂歹，安尼至少佫有一盘，当安尼继续我行到了就好啦。因为要做行迄地怎叫落去？结果呢，果不其然呢，迄地怎叫竟然怎甲我落去啦？结果呢，我想讲，好吧，反正落去嘛是爱行，就继续行。结果呢，行无偌久呢，另外一骹呢，迄个鞋垫嘛叫我分脚，人讲是分手，迄是叫我分脚。叶浩有图片为证。这个叶浩这个后生摕着我这个鞋垫，两骹落来。所以呢，叶浩呢只好穿了一双无下底这个鞋啊，这个专业运动鞋，然后行爬山爬了。虽然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例子，无伤大雅。不过呢，这个让叶浩感觉非常这个傻眼，非常这个突如其来的意料之外。叶浩完全袂想到，竟然发生安尼的代志。不过呢，这叶浩发生的时阵，他虽然也是一个意外，不过叶浩佫笑了出来。不过呢，咱若人生当中拄着足侪迄种足大迄种课题，足侪这个意外，足侪迄种要哭落目屎的这种代志的时阵，敢笑得出来？是笑得出来，甚至通活下去，继续活落去，这个勇气拢无啊。所以呢，若讲咱无一个心中有一个足坚强这个力量，无这个真理，咱无法度去吸透无常的话呢，咱的心会去失控，会去脱轨。原本好好行的一个轨道，向弄一个物件出来，甲咱弄啊东倒西歪，有可能咱的人生从此变掉。所以呢，
度去承受，无法度去想象的这个代志啊。哦，若讲无这个精力做咱的养分，哦，然后这个道场做咱的靠山，哦，因为咱发生代志的时阵，哦，咱道场做侪拢会互咱温暖，然后这个精力会互咱力量，然后这个道场做咱的这个靠山，若讲拢无遮有可能的，咱的有罪搁加上事业，叮叮塔塔，咱的这个人生的路搁愈，这个轨道，这个脱轨，这个失控，是不是咱行这个路线都有可能全误入歧途？所以呢，数不尽的这个烦恼，数不尽的这个无常，数不尽的人生课题。有偌济人因为经济的关系来去出卖家己的这个身体。有偌济人青少年因为家庭失和，然后会去放弃家己。有偌济人因为压力上大来去结束家己这个生命。然后有偌济人去用欺负，还是去用霸凌，然后疯狂做主，因为要互家己变啊愈来愈歹，家己讲对吧？所以呢，这拢是用一个无正确、无真理、无智慧的这个物件来去对敌啊。所以，咱莫去讲足远的这个例子，咱来讲交咱上贴近的这个生活上的这个例子。比如讲咱这个身躯，咱会当讲伊是一个业报师，咱嘛会当家己当作是一个足好的这个工具啊。咱每一个人逐工就是爱举着这个身体，交咱上贴近、上切身的这个物件，就是咱的这个身躯啊。有的人呢，伊的天生身体就非常的好，安那甲交谈，安那学白食，伊的身体就非常这个好。像迄个阿嬷，伊少年的，今年90几岁，身体佫非常这个勇健。伊逐工拢运动，保养，食足好的这个家己这个点这个补品来补家己这个身体。所以前一阵仔叫遐妈妈要白粽。要做手指，拢会敲断啊！迄个阿嬷，某你来甲我斗用啦！迄个咱这阿嬷义不容辞，拢一口答应。我一来呢，就安尼做一个会知啊，拢完全无家己着对啊。所以就想讲啦，就要去点手指，或点2点钟就腰酸背痛。搁叫咱阿嬷完全拢无家己着对啊。所以无卫生啦，是啥物工课，叫咱阿嬷拢各做会当做，而且伊嘛做愿意去做。这嘛是伊的福报，而且即马阁好好来甲利用，又继续累积伊后摆这个福报。所以呢，伊这个身体呢，伊家己当作是一个所好这个工具。毋过有的人呢，养尊处优，食足好，无咧做啥物代志，毋过身体虚弱的，甚至呢，佫定定爱去找病院。在这个时阵呢，就面对这个业报身的时阵，咱会当讲，我无爱这个身体，我有够讨厌这个身体，我要交你换一个，我要去换一个新的，敢有可能？无可能啊！咱嘛是爱去面对，而且爱好好来去调用，好好来去来学，这是毋是嘛是一种的修行？面对这个好的也好，歹的也好，咱拢爱去面对。所以前一阵仔呢，下骹有一阵仔，感觉心中这个怪怪。我逐工拢感觉非常这个忝就想讲惨我即摆顶这少年了，我哪是心脏有问题？万一毋知影哪，会烦恼嘛。所以逐工呢，拢差不多8点的时阵呢，甲囡仔放饭的下骹就倒去门诊，甲囡仔讲，你都不要跟我讲话，你拢莫叫我讲话就对了。我阿嬷非常这个忝。所以呢，下骹嘛是会惊吓，会恐惧。而且呢，爱较紧去找讲有啥物药会当来食。在迄个当下的时阵，下骹会当讲，我无爱这个身躯嘛，袂使啊。我共款嘛是隔工下早爱去上班，下班转来爱去用囡仔，就是很多的这个无奈，搁恐惧，搁咱来去面对无？咱嘛是爱啊，所以呢，咱是要甲伊当作是一个追求欲望的一个工具呢，还是说咱要好好用这个身体来去借价修机呢？
真的是爱靠咱的这个智慧啊吼。那么这类工作，有的人呢事业心非常的强。咱别单位有一个真天者，伊开了一间这个工厂，内底生产这个曾经，赚了非常的多钱，做了非常的这个顺利啊。结果呢，在有一天，人讲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所以伫个种风和日丽，然后过了非常的平顺。这个日子的时阵，咱唔知影这个业力无常一定是要来甲咱踹我们一脚，来甲咱弄起来，咱完全拢袂知影。结果有一天呢，伊的邻居隔几间仔有一间厝拄啊发生火灾，发生火灾的时阵，这是第7间发生火灾，伊这间曾经的这工厂是第10间。照理讲呢，这个火势蔓延一定会隔壁2间会叫烧掉。结果呢，这个火伊竟然有生骹，有生目睭，伊会跳。伊跳过第8间，跳过第9间，竟然怎跳到伊这个第10间的这个工厂？火怎走来伊遮？中午2间竟然拢无代志哦，走到第10间，甲伊的工厂烧甲一滴不剩，一个产品都不剩，化为乌有。啥物物件拢烧了了，会当讲伊的用了这个心思心血，佮用心的一个公司，全部拢化为乌有。一夕之间，啥物物件一无所有，咱会当想看觅，这若是咱去面对安尼这个问题的时阵，咱会安怎？所以呢，伊当下呢，除了好嘛是好。会当讲是人生绝望，因为我都无力感啊，想讲我明仔载要安怎，我人生要安怎？为什么是我啊？我咧甚至有人会甲我讲，我有咧修道呢，我有咧听道理呢，为什么是我啊？还是上天无甲我保庇？为什么会安尼？怨天尤人，不夜欢喜。所以呢，也甲我讲，他从无到有。付出了那么多的这个心血，可是从有到无，竟然一把无情的火，把规个拢烧了了，所以伊非常这个怨叹。毋过呢，加在讲，咱有这个道场这个理念，所以呢，做侪真人家拢话鼓励佮继续出来，来慢慢啊听，慢慢啊听，沉淀，就亲像阿段领导所讲，咱武汉肺炎，咱伫厝，咱好好沉淀下来，来去思考。信你神父讲的话，人生无常，祸福无自己求之者。这个因果关系，伊慢慢去回溯，慢慢去想，慢慢去思考这物件的时阵，甲我听，伊忽然有一天伫咧听道理的时阵，伊恍然大悟，这毋是就是人生的这个无常吗？这毋是我过去所做下了这个因。即摆得到这个果嘛？我搁咧绝望啥物？我搁咧怨叹啥物？我搁咧惊啥？所以呢，伊在迄个时阵呢，伊转换成一股的这个力量。这个一个原本是一个阻力，咱看起来出现一个重的一击，很大的一个打击，晴天霹雳。毋过呢，伊会当迄个失望，迄个摔到谷底。迄种失望、绝望，转换成另外一股力量，我要好好来重做新命。我要为我人生的后半辈子来去做拍算啊！修办的较是重要的，所以人要请伊来去帮忙导务，听到你的时候，伊拢讲伊无用，我爱做工，我无用啊！我都无用啊！我有订单啊，人天天甲我催啊！一句话就把这个姻缘给打住了。所以你要也当用无共款的角度来去看人生，上面是重新做一个重新整理的，因为伊沉淀过后，伊好好来去思考，借着这个修办道的这个因缘呢，伊来去重新调配，所以重心放伫咧修道，工课变成退教，所以是啥目睭？
是伊家己的这个思想救了伊家己啊。所以呢，这个工作呢，咱会当来用心做，毋过呢，咱的这个重心比重要放偌济，咱要用咱的智慧来去调配。再来呢，就这个婚姻，咱拢讲这个无常，他没有在客气的，伊咧甲咱，伊咧来找人，要甲咱讨的时阵，他先甲你弄，先甲你通知，拢总袂，伊无咧甲咱客气的所以呢，其他嘛有听过，也是别的单位的一个浅显，伫咧过去，伊的先生咧甲伊追求的时阵，会当讲费尽千辛万苦，反正就是甲伊当做一个女神就对啦。好不容易就是迄过程是做长的，溜了非常的久，最后终于把他娶进门，结果呢，就是开始过了非常这个幸福美满，过了后呢，竟然没来由的，无任何这个原因，因安怎对180度的大转变？原本是女神，甲伊当作是一个公主，要甲伊晾在家里。这个昆德呢，他完全无法接受，家己大巴肚，家己去产检，家己去生囝，受伤呢，竟然伊哪会当坐伫客厅，爱家己搁卡这个卡去病院，然后家己开车去看医生安尼。所以呢，伊原本是伊原本是一个老师，咧帮忙解决问题、提供问题、提供答案。毋过你这个婚姻，他找不到任何的解答，所以他一度还得到忧郁症。所以呢，伊迄阵伫美国无依无靠，了呢，伊的先生安尼对待伊，外口佫有小三，佫无爱睬伊，伊完全毋知影问题出在伫咧佗，这是毋是嘛是一种的无常？伊完全毋知影任何的原因到底出在哪里所以呢，伊就倒来台湾，嘛是共款，伊的爸爸非常的这个诚心，继续倒来书办道来听道理。伊嘛是安尼听，就是甲安尼听的时阵，伊嘛是恍然大悟这嘛是我家己做的这个因果所以呢，在他想通的这个当下，他把所有一切拢放下。伊之前伊若问他伊的先生，我付出我的青春，我对你来美国，所有一切，我付出对你遮尔济，你安尼甲我对待，伊甚至想要摕厨房这个答案来跟他，有这个不好的这个念头的。毋过呢，在他放下的那一刻，他领悟了，这就是上天互我这个考试卷。我就是爱好好来去写，为什么不是叫别人给的，互我给的？这就是我自己造下的因果，我自己来承担，我自己解决。所以呢，伊既然了，会当欢喜做，甘愿受。咱去想看觅，一个人对咱足无好的时阵，咱佫会当照单全收，逆来顺受，这种是真正会当了解，开当甘愿受，开当欢喜行。因为了解，太当甘愿。咱若无明理的话，敢会当甘愿？无可能伊就是已经明理明知影这是一个足困难这个婚姻，毋过呢，伊佫会当好好来去接受。所以呢，经典互伊的物件，一语惊醒梦中人。伊嘛是转换，伊原本从天堂掉到地狱，毋过伊了呢，会当用一个平常心跳入。伊了，伊的先生敢有对伊较好？无，嘛是共款，交小三出去，买物件互小三。毋过呢，伊用一个平常心去面对，伊讲这就是我因的，我好好来去处理，面对他，处理他，然后我放下他。所以呢，伊是用一个智慧来去看待这件代志。所以呢，这是一种助力，也是助力。看咱安怎去想，看咱这个智慧敢摕出来所以人定真天只拢甲咱讲，咱爱先做起来啃。拄着无常的时阵，我们有足够的智慧来去面对，甚至咱有足够的功德去抵消。这就亲像咱咧处子同款，咱敢有去全脸，还是去
7，咱才有去储值。哦，内底放一个500块，还是放一个1000块，要用的时阵是毋是随时会当用，非常这个方便。啊，咱若无做起来放的时阵，咱的心中这个情理智慧的这个想法伤低啦，拄着无常，拄着这个代志来的时阵，咱就随向靠的啦。哦，所以呢，铁汉的先生发生代志的时阵呢，因为伊身体上出现了一些那个不好的东西，我嘛是非常的短暂的时间来去离开人世间。铁汉记到清清楚楚，伫咧几天前，这个8月23号，铁汉非常的清楚。迄天的太阳非常的美好，迄天铁汉做这个早餐非常的美味。迄天的所有这个代志拢是非常这个平常，就亲像铁汉所讲。无常来的时阵，伊是迅雷不及掩耳，伊是互你这个从天堂掉到地狱，它是一种晴天霹雳，互你措手不及。所以他讲那一天再平常不过了。迄天就是跟平常一模一样，啊，毋过呢，这个业力来吹头的时候呢，伊无咧甲你客气，所以伊来就是来。铁汉先生在做对这个时间了的。当下的，铁汉人生的设定，够有可能是安尼。大家拢嘛希望会当做好命，然后这个婚姻美满，然后这个经济很好，然后子孙拢非常这个很好。佮面对的时阵，你可会当安怎？我会当甲天公伯讲，你嫌我一个无可能啊！所以呢，铁汉嘛是叫这个千寻共款。透过着咱平时听这个物件，这个道理就是咧用伫咧发生代志的时阵，这个智慧呢，就是用在你面对问题、面对难题、面对无常的阻碍的时候，这个逆境来的时候，咱要安怎去看待？迄阵浩浩如烟，无迄个去怨天尤人，敢有路用？无可能。所以这种的这个代志，任何的不如意，任何的这个困境，咱会当家己当做上天咧甲我做法，咱嘛会当当做上天咧互我一个垫脚石，要互我更愈有力，更愈有智慧。咱来轻松一个看一个影片。这是伫一个校的一种接力赛。